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教養研究者黑帶媽媽美斯。仔女面對未來世界必備嘅能力，第7集無啦啦嘅自信，令仔女變得強大嘅重要能力。今集我哋會講下點樣培養仔女無啦啦嘅自信。唔知爸爸媽媽有冇覺得自己嘅小朋友冇咩自信，唔係好識得同人溝通，個人都比較懦弱。溝通能力唔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缺乏自信。一個人如果冇自信，通常都唔中意同人 social 來往。小朋友嘅話就會唔中意同其他人玩互動。小朋友如果覺得自己都幾叻，自己都幾勁，有呢種嘅自信，就好自然會成個人自信滿滿，中意同其他小朋友互動，識得表達自己，有好嘅情緒控制能力、溝通能力、社交能力，甚至乎學業。兒童臨床心理學家田中茂樹認為，唔好成日用常理否定小朋友，因為否定小朋友係會減低佢哋嘅自信心。呢個有可能係你小朋友冇自信嘅其中一個原因。當仔女堅持一啲喺父母眼中睇起嚟唔啱嘅事情嘅時候，唔好用常理否定小朋友。一定要肯定佢願意講出自己意見嗰份勇氣先，令小朋友有俾人認同嘅感覺。人生存在世，有種唔知點解就係覺得一切都會好順利。喺呢一種無條件相信自己嘅自信心係好緊要。精神醫學叫呢種信心做基本信賴感。當一個人累積好多被認同嘅感覺同經驗，漸漸就會放低對人哋嘅防備心，主動同人溝通。呢種係建立自信心嘅良性循環。父母要點樣培養仔女無啦啦嘅自信？我歸納咗5種方法，幫助小朋友喺日常生活中建立無啦啦嘅自信。有好多方法係日常父母好容易忽略嘅細節。湊仔唔需要考牌，不過要用啱嘅方法。爸爸媽媽留心聽啦。呢個頻道會分享湊仔教養嘅方法。喺呢個 AI 年代要點教仔？如果你係父母，想知道點樣可以幫小朋友贏喺起跑線，獲得成功、快樂、充實嘅人生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。方法1：坦然接受仔女嘅一切。當仔女考試攞100分或者賽跑攞第1名，你當然可以讚賞呢啲具體嘅成績。不過呢啲條件稱讚產生嘅自信係基於有啲實際嘅條件。當呢啲條件消失咗，呢種自信都會跟住消失。無啦啦嘅自信唔係建立喺條件之上，而係因為仔女感受到父母坦然接受佢哋嘅一切，同埋無私咁愛佢哋而產生㗎。所以父母喺平常嘅對話裏邊，唔好成日附帶條件，例如嘉欣你真係好乖，我錫晒你。父母應該表達，無論嘉欣係點，父母都會錫晒佢。又或者好似我之前成日強調嘅成長型心態育兒方式，我哋稱讚小朋友嘅時候，唔好讚一啲佢哋唔可以控制嘅嘢或者結果，譬如係外表、樣貌、學業成績等等。我哋要稱讚一啲佢哋可以控制嘅嘢或者係過程，譬如係 Leo， 我見到你今次考試好努力，而唔係讚 Leo 你考第一好犀利啊。因為努力讀書應付考試係可以自己控制嘅，而成績係小朋友唔能夠控制嘅。如果小朋友有一個努力讀書嘅態度，好嘅成績其實係自然而嚟。咁樣稱讚仔女先至能夠建立咗佢嘅自信，令佢哋擁有可控感。方法2：唔好太執着於仔女唔擅長嘅嘢，努力克服唔擅長嘅嘢當然重要，但係如果父母太執着於呢啲嘢，甚至強迫小朋友，唔單止唔會令佢哋更有自信，反而可能會令佢哋覺得自卑。做唔到就唔好勉強，父母要學識適可而止。方法3：父母要做好嘅聆聽者。當小朋友講嘢嘅時候，父母要做好聆聽者嘅角色。聽嘅時候要不斷回應，我明啊，原來係咁樣，小朋友就會有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嘅想法呢個意識，從而建立出自信。更重要嘅係，父母要俾時間小朋友講完佢想講嘅嘢。好多時父母都太心急，小朋友嘅表達能力一定係唔及我哋大人好。仔女未講完，父母就會急住講自己嘅睇法，甚至乎係講道理。父母講得太多，冇俾時間小朋友釐清自己嘅睇法，都唔係一位好嘅聆聽者。方法4：培養小朋友重新企返起身嘅勇氣。小朋友返學之後，慢慢會開始同人比較，開始有輸咗會發脾氣、怕輸嘅情況出現。
父母有時過分執着贏輸，或者講一啲無所適從嘅安慰說話，例如輸咗唔緊要，唔一定要次次贏，人哋都可以贏等等嘅說話，呢啲對小朋友嚟講都係冇咩作用。父母應該將重點放喺失敗背後嘅得着，可以灌輸呢個概念，輸咗等於學到嘢。要培養仔女面對失敗或者挫折嗰時，有能力要識得點樣重新振作。心理學家話呢一種能力做恒毅力。當子女失敗嘅時候，父母唔好將佢同其他小朋友比較，而係要關注佢嘅優點同埋努力嘅過程。可以同佢講：你好努力，你好堅毅不屈，咁樣先可以培養佢哋重新振作嘅能力。例如小朋友運動會輸咗，媽媽可以咁講：你跑得好好，落後咗，我都見到你後段好盡力，而且跑步嘅姿勢幾標準。方法5：相信小朋友。兒童同青少年精神科醫生話，小朋友佢哋會信任一啲願意相信佢哋嘅人，然後佢哋會因為被相信而產生自信心，即係話令小朋友有自信，佢哋會信一啲信佢哋嘅人，然後佢哋會因為被相信而產生自信心。好簡單，即係父母要相信仔女，咁樣仔女就會相信父母同埋相信自己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小朋友嘅自信係可以培養出嚟，爸爸媽媽記住用啱嘅方式。我哋下集再見，大家加油！我係黑帶媽媽美斯，拜拜。